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播道兒童之家秉承呢一個使命，藉住主耶穌嘅大愛，幫助社會上有需要嘅兒童同埋青少年，支援佢哋嘅家人，彼此可以融洽相處。播道兒童之家隸屬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由美國播道會宣教士辛路德姑娘創辦。人稱阿姨嘅辛姑娘喺1954年嚟到香港，佢眼見當時孤兒院裏面嘅兒童，無論喺物質抑或係靈性上都非常貧乏，亦得唔到足夠嘅溫飽同埋關懷。於是佢決意建立一個家，讓嚟自破碎家庭嘅兒童可以喺一個充滿愛嘅環境裏面茁壯成長。喺1961年得到政府撥出土地，建立一所獨立院舍。當時喺美籍傳道人李維德牧師協助下，喺美國以廣播呼籲，籌募建築費用。院舍終於喺1963年6月落成啟用。自此，播道兒童之家肩負起為香港社會照顧有需要兒童嘅重要角色。我哋而家咧兒童院護服務嘅名額咧係超過80個，咁入嚟住嘅細蚊仔咧嘅年齡係由6歲到18歲。大部分咧都係由社會福利署同埋其他唔同嘅非政府機構轉介過嚟嘅。佢哋入到嚟住咧，我哋就好似一家人咁樣，一齊咧要分擔家務啦，互相照顧啦。我哋希望可以培育佢哋責任感同埋呢個咧自立嘅能力嘅。當然啦，我哋亦都會有全職嘅家長同工咧，係照顧佢哋日常起居嘅生活㗎。我哋嘅孩子咧，其實同一般嘅家庭嘅細蚊仔都係一樣，喺出邊返學。佢哋放咗學返嚟咧，我哋會教佢總課同埋溫習。如果佢哋有特別嘅困難咧，我哋會安排功課嘅導師去幫佢哋。播道兒童之家十分關注孩子們嘅心靈需要，藉住晚禱同埋其他宗教活動，令孩子們有機會認識基督教信仰。又會因應孩子們嘅需要，釐定個人成長計劃，協助佢哋盡快與家人團聚。我哋積極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多元化嘅活動環境，令佢哋可以善用餘暇，發展所長，身心靈都得以均衡發展。日間院護服務咧係專為低收入同埋長工時嘅家庭而設嘅，希望咧幫助到佢哋舒緩照顧小朋友嘅壓力。我哋可以話係年中無休㗎，一年365日，朝8晚10咁樣支援家庭。我哋會提供膳食啦、功課輔導、生活技能訓練、康樂同興趣小組，目標咧係發掘小朋友嘅潛能，培養佢哋嘅社交能力同埋咧獨立生活嘅技巧嘅。孩子放學後，大部分都會乘坐保姆車返回中心。享用茶點後就開始功課輔導時間，到咗晚飯時候，有需要嘅孩子就會去到禮堂用膳，然後等家人接返屋企。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如果家人要上班，孩子仲可以留喺中心參加各樣各式嘅活動。我哋仲會定期舉辦家長會，專業輔導給予有需要嘅家人。播道兒童之家有見孩子18歲後要離院，缺乏家庭同埋經濟支援，被迫獨立，實在難於過安定嘅生活。另外，響社會上亦有唔少係學歷較低、工作能力或者動機薄弱，要面對昂貴嘅租金，尋找獨立居所嘅青年人，情況亦甚為坎坷。於是響2011年增設青年宿舍及就業輔導服務，為18至20歲呢一群身處逆境嘅青年人提供為期2年嘅過渡服務。2012年新大樓落成之後，我哋有足夠空間全面發展。青年家舍嘅宗旨咧係為缺乏家庭支援嘅青年人提供服務，希望佢哋揾到份啱嘅工作啦，訓練佢哋獨立生活同埋建立社會支援網絡嘅。響宿舍，佢哋要同其他青年人一齊生活，學習相處同埋分擔家務。另外，我哋會同年青人一齊揾佢哋嘅人生同就業方向，訓練佢哋點樣揾工。有需要嘅時候，
仲會提供實習同配對工作。宿舍會定期約生命師傅相聚，希望佢哋同年青人成為好朋友，可以持續關心。就算離開咗宿舍，都有成熟嘅長輩作為佢哋嘅同行者。播道兒童之家兒童院護服務嘅經費，主要係嚟自社會福利署、教會及社會人士嘅捐助，部分仲有賴香港公益金嘅撥款。兒童日間院護服務同埋青年宿舍及就業輔導服務屬於非政府資助嘅服務，需有賴社會各界人士嘅熱心捐助，我哋嘅服務先至得以運作。播道兒童之家本住新阿姨無私大愛嘅精神，以上帝嘅愛培育造就，讓孩子健康成長，支援佢哋嘅家人融洽相處，喺社會上榮神益人。